2年级以上的同学，男女混合组成，停止训练，利用社团和课余的时间练习。首次参加台南县99年度国营中小学传统艺术比赛，荣获甲等成绩。第100年2月15日，参加盐水风炮南引伊那森第二森展演。本校宋江镇融合社区，并结合国术教学。主训期间，经常参加社区庆典活动，更常获邀参与各单位、社团重大庆典表演，珍获好评。现在我们欢迎第一口港国小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第一口港国小。各一场民间信仰，我们内容的事实上就有的中央，所以但是如果讲这个话，然后后来稿在的写过的东西呢，就文本拿出来，当其他所有的内容全部都要跟加一。初稿写出堂都有一个庙，儿子的默写的时候，出宋江镇与表演，我发觉本校喊100年社团，大家以热烈呈现了一个，而且你觉得他的兴趣就是中部，他不先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中部还留那么多，那南部呢？对不对？而且从现有的他的研究里面他的调查资料里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中部彰化、台中一带的镇头，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云嘉南，对不对？那云嘉南的这些镇头到底在不在？假如他在的话呢，他可能会带出一些这个很有趣的现象。这个是我最想要去从事这个或是鼓吹别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说在少了一个文化，去把它第一步，觉得这两个之间关系的里面，番子表，每一个人都这个。
在。